新奇毛豆小连续2年受到疫情影响，和外销日本的订单对日变少，农民无想要种植毛豆，即摆来到种植毛豆的季节，却阁拄到落雨期，予土甘真侪水，毛豆的籽拢烂伫咧土内底。我们毛豆今年的种植面积可能会有一点点稍微的下降，主要还是来自于疫情的影响。针对新市毛豆产量变少，农会考虑到农民生活和收支，会辅导农民改进别种农作物。那预期这个雨季如果比较长一点的话，也会影响到我们毛豆的生长。新市区农会讲，今年秋冬应该看袂到毛豆产，而且佮加上南科园区附近的发展，互新市农地继续野悬，毛农民按算甲农地卖出去，安尼种植毛豆的面积恐计愈来愈少。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